之人，故也有私信一封。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孩儿啊，想你今日刚回娘家，也许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用女儿查书观察。今日刚回娘家，多在几月，少在半月，那又谁叫委屈的逃离？母亲，哈哈哈！待为娘写信一封，叫严学前来同时，也就是了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既然要帮女儿委屈，女儿我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啊，想你家到王家只有1月，难道就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么？为娘子留你
为娘我留你一宵，都累不死了。女儿今日不归，只恐夫妻失落。什么？为娘我留你一宵，却要害你夫妻失和？夫妻，是此事来，你一定要委屈。倘若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难道你我要委屈不成吗？母亲，
是为娘不肯放你回去，你可知道，自从你嫁到王家，把为娘相等，娘在家中人亲啊亲，好容易盼到母儿满月归，指望从今母女啊情，谁知你代代丈夫日子好，代代为娘人在边。我留你笑，都来不是啊，叫娘痛心，我痛心。娘啊娘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走再来老娘儿。怎么为娘失了半天，你还是要回去？回去，小青，我们不要回去了。臣妾大姐，好，你要回去，你就回去吧。偏是为娘当初不慎，当初不义啊！你回去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。母亲亲长，女儿拜
王家受了委屈。哎呀，儿啊！身旁儿早不姓名，明日团圆在一城。儿叫侬同三婆大娘一道回娘家去，搿侬不去，侬就算账。搿侬为啥又写信叫伊回来？搿伊一回来，侬又不肯上楼，搿到底是为啥？这，来啦，不要动！丞相，丞相！老夫人，丞相啊，告诉小姐，我也来在啊！那，小姐，小姐，老夫人一过夜上楼来了。步步官人听上来，来在啊！对不对呀？来。媳妇拜见婆婆。媳妇大娘啊，起来！啊，媳妇大娘啊，今朝侬回得娘家，一路辛苦了，也好早点歇歇啊。辰光不早了，阿婆还要下去困觉去了。媳妇送婆婆。要送，坐等啊！阿玲。对我官子个命呀！这个丞相了，那里想嘎吃嘎巴做啥？丞相，老夫人。丞相啊，侬辣那里想做啥啦？啊，我要服侍小姐。服侍小姐。哦，上次姑爷上楼，侬也有得辣辣房里向啦。哦哟，丞相哎，搿小姐没有姑爷不是个。那侬到搿个小房间里向去，老夫人，过去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我到伊拉小夫妻两家头为啥不和睦？原来这个毛病啦，出了丞相的身上。对我官子个命。上子个手。哎，阿玲啊，做娘的辛辛苦苦把侬讨子一房媳妇，搿种指望嘛，小夫妻两家头恩恩爱爱，和和睦睦。搿子一年生了一个儿子，老太婆是抱起个孙子，这个斗啊斗，哎呀斗啊斗，一斗都没上家头。跟人家陈老太太看见噻，哎呀，王老夫人哎，跟侬手里抱着是啥人啊？
呦，那阿玲个儿子，个老太婆个孙子嘞！哎呦，王老夫人哎，搿侬真是好不起啦！哪个孙子的头皮圆圆，搿别种状元了！哎呦呦呦，老太婆想想是多少个开心了！搿个小畜生，搿儿子不生了，搿囡儿要养一个咯。老太婆抱起个囡孙，这个昂啊昂，昂啊昂，一昂昂到了河家头，搿人家又看见在。哎呦，王老夫人哎，搿侬手里抱着是啥人啊？哦哟，搿可是我阿玲个囡儿，老太婆个囡孙啦！哎呦，王老夫人哎，搿侬真是好不起啦！那搿叫先开花木后结子，来年一定抱孙子。搿老太婆想抱孙子个想碰头子，哎，那伊拉小夫妻两家头还没动过房，个啥地方来抱孙子了？哎呦，哎，我说讲，我去困觉去了。哎呀！哎呦呦！哎。下来。
相随俗。枉费了婆婆一片心，看起来竟是夫妻难。耳听得小楼三更，那夜一声，那声一听。见那冤家，他身上的三斗丹凤，他今夜起飞要随海人，我啥子叫他去那冤家是并不见
怎样不同心理？
我生病在冤家，他懂一笑。我自将你上龙。我母亲她再三的教导，要我到了王家要孝顺公公，敬重长孙。想今夜天气寒冷，我是不与他给一身为旁，真知道要忙我秀英，离你不追，还要怪我的娘娘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是郎才女貌结乱讲，十鸟林他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鸟林他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看不应声，心欢笑谈，指望东方花烛早日压倒。谁知道啊，进了王家是颠倒，夫妻是仇情义少，我是出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楚，我是受不了啊！天啊！命不好。
李秀英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衫是你替我给的啊？是啊，是我给的，给得好，上来与我。官人啊！现在啊，现在，你将女人衣衫盖在我的身上，将你们一时功名获得证据。你他恨的心上人，你将女人衣裳给我穿，想害我一时功名不及的呀！我不当是奸人岂难想？哎呦，父亲！哎呦，这个我出啥了呢？啊！我出啥了？谁我的娘！我的娘啊！你咋干了你呀？昨夜官人进了房，我见他躲住一旁等天亮，却不见他生我人，将衣衫盖在他身上。谁知他不见好一番动怒，他又是骂人，又是啊！
请干母啊，请干母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请干母啊，今朝是啥个风得侬吹过来的呀？我来看看我家女儿。哦，好个，来了来了啊！哈哈，丞相啊，快请小姐下来啊！媳妇拜天婆婆。媳妇娘啊，那娘来在，快上去接过礼哦。是。拜见母亲。孩儿啊，罢了。为何不见师？啊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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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阿玲，阿玲，等我出来。母亲，那岳母来了，快上去挽个礼。保姆，阿玲，你小畜生！我将女儿许配于你，你称我一声岳母，难道还怕我首当不起吗？哼！好一位让死妇人，侧看上人，真是有妓女，必有妓女。小畜生！我女儿嫁到王家，一无过错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还你道理，不能见人死去。好，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，非但要骂，当于无法。两年也不过，儿啊，母亲过来，母亲来。好，我你嫁到王家，随王玉玲四次领受，今日被为娘亲眼所见，好不叫娘痛心哦！儿啊，还是在为娘委屈了吧？母亲，女儿实在为娘委屈，才被旁人知道。叫女儿死我做人，就算是此，为娘我死也逃避。丞相，你要好好我是小姐当桥。孩儿啊，你既不愿再为娘委屈，为何又要跪地不起你？女儿跪送母亲孩儿啊，待为娘叙述一番，叫你弟弟回来与他出身评理。母亲，弟弟好好才情为国，你千万不要惊动于不好惊动我，不好惊动我。为娘我死于逃离，孩儿啊，回去吧。